大家好，歡迎返嚟港人港字，多謝大家一直嘅支持。呢條片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書係由 Daniel Pink 寫嘅《The Power of Regret》。人類生命最殘酷，同時亦係最美妙嘅特質，就係佢嘅單向性。我哋每分每秒都喺度做緊選擇，而每一個選擇都意味住無數個平行時空嘅毀滅。當我哋步入中年，或者喺某個深夜靜落嚟嘅時候，嗰種對失去咗嘅可能性嘅悼念，我哋稱之為遺憾。好多人覺得遺憾係一種錯誤，係一種人生嘅污點。佢哋追求一種無憾嘅境界，以為咁樣先至係完美。但係如果我哋從哲學嘅深度去思考，一個完全冇遺憾嘅靈魂，其實係一個冇內容、冇重量嘅靈魂。遺憾本質上係一種好真實嘅痛。當我哋陷入呢種情緒嘅時候，通常都會問自己兩個問題：如果當初我咁樣做，結果係咪會好好多？同埋點解我嗰陣時會咁揀？呢啲問題其實係你現有嘅自我同理想嘅自我之間嘅一次對話。當你感覺到遺憾，其實係你嘅靈魂正喺度進行一場無聲嘅抗議。佢提醒你，你曾經有過更好嘅標準，你曾經渴望過更深嘅連結，你曾經擁有過更廣闊嘅勇氣。作者將呢種痛苦重新定義，佢認為遺憾唔係生命嘅廢墟，而係建築生命嘅基石。遺憾係我哋作為人喺呢個唔完美嘅世界入面，試圖追求完整嘅證據。呢條片我哋唔係要討論點樣抹走遺憾，而係要學識點樣利用呢種心態去幫我哋未來做更好嘅決定。但係點樣先算係利用？首先，我哋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喺度遺憾緊啲乜。Daniel Pink 發現，雖然每個人嘅經歷都唔同，但人類嘅悔恨其實非常有規律。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人會喺30歲嘅時候望住份毫無進展嘅事業，後悔10年前冇喺應該搏命嘅時候努力，呢種係對穩定嘅遺憾。有人會喺某個聚會入邊見到以前中意過嘅人，後悔當初點解冇勇氣去表白，呢種係對勇氣嘅遺憾。又或者有人會喺深夜諗起某個已經冇聯絡嘅老友，後悔當初點解因為一場無謂嘅爭執而斷咗幾十年嘅交情，呢種係對連結嘅遺憾。呢啲生活入邊嘅刺其實都係一啲信號。Daniel 透過萬幾個個案發現，全世界嘅遺憾基本上都可以歸納做4個類別。當你明白呢4類遺憾係點樣影響你，你就唔會再俾過去困住，而係會揾到一份更清晰嘅人生地圖。我哋先由第一種最基本亦係最容易被忽略嘅遺憾講起：基礎遺憾。基礎遺憾嘅核心台詞只有一句：如果我當初肯腳踏實地啲就好啦。想象一下，一個35歲嘅人，每個月出糧都要擔心交唔交到租，望住銀行戶口嗰位數，佢會諗翻起20歲嗰陣，點解自己可以將所有錢攞晒去買啲無謂嘅嘢，而唔係學下點樣理財。又或者一個50歲嘅人突然發現身體出咗大問題，佢會後悔以前點解要咁樣糟蹋自己，點解要食咁多垃圾食物，點解唔肯做運動，點解要長期捱夜。呢類遺憾最殘酷嘅地方係，佢唔係突然發生嘅意外，而係複利效應嘅反面。就好似起樓咁，你喺地基度偷工減料，起頭嗰幾層係睇唔出問題嘅，但係當你想起得更高或者遇到風浪嘅時候，成棟樓就會開始搖。作者發現，所謂基礎遺憾，歸根究底都係圍繞住3樣嘢：教育、健康同埋財富。我哋好多時會以為人生嘅崩壞係因為某一個重大嘅錯誤，但其實更多嘅係源於生活入邊一啲微不足道嘅自我放縱。呢啲看似無傷大雅嘅懶散，喺當下好似冇乜成本，但隨住歲月嘅複利效應，10年、20年之後，佢哋會慢慢匯聚成一個深不見底嘅泥沼，令你想爬都爬唔返出嚟。呢類遺憾話俾我哋聽一個好平實但係好深刻嘅真理，原來真正嘅自由係需要紀律去支撐嘅。如果你喺後生嘅時候冇耐心地為自己嘅人生築好一個穩固嘅底盤，咁你之後所追求嘅所有理想同夢想，最終都只會係一場弱不禁風嘅空中樓閣。如果基礎遺憾係關於我哋對自己太放縱，咁下一種遺憾就剛好相反，佢係關於我哋對自己太過小心。好多人嘅地基起得好穩，
生活好安定，但佢哋心入邊依然有一種填唔補嘅空虛。呢種感覺通常來自第二類遺憾——勇氣遺憾。如果你問個老人家呢一世最大嘅遺憾係咩，佢通常唔會同你講當年搞生意蝕咗幾多錢，佢會話佢最後悔係當初見到個好女仔，但因為驚衰、驚尷尬，最後縮沙，唔敢行埋去同人打招呼。或者佢後悔以前有個可以去外國闖下、見識世界嘅機會，但就係因為驚唔穩定、驚前路茫茫，最後先至選擇留喺原地，焗住做份自己唔中意但勝在夠安全嘅工。作者從中發現一個心理現象：做錯事嘅痛係有期限嘅，但冇去做嘅痛係無底深潭。當你嘗試過而失敗咗，嗰種痛係即時嘅，但大腦好快會啟動防禦機制，幫你揾藉口或者吸取教訓，然後慢慢淡忘。你至少有一個答案，你可以同自己講：我試過啦，係唔得嘅。但係當你選擇唔去做，你係親手將一個可能性永遠封印咗。隨住時間過去，呢個可能性會喺你腦海入邊自我發酵。你會不斷幻想：如果當年我有表白，我而家係咪已經兒孫滿堂？如果當年我有創業，我而家嘅人生係咪會完全唔同？呢種如果先至係人生最陰魂不散嘅折磨，就係因為佢無從印證，佢先可以喺你腦海入邊永遠維持住嗰種最完美、最誘人嘅虛像，無聲咁嘲笑你當年嘅卑微同怯懦。作者嘅研究提醒我哋往往高估咗行動嘅風險，但極度低估咗唔行動嘅代價。安全感係一種幻覺，因為當你選擇咗絕對嘅安全，你同時亦都選擇咗放棄成長。勇氣遺憾教識我哋，生命係一場冒險，寧願因為嘗試過而留低傷痕，都好過因為退縮而留低一個永遠答唔到嘅問題。如果勇氣遺憾係因為我哋冇去追求理想中嘅自我，咁下一種遺憾就係因為我哋親手損壞咗原本嗰個正直嘅自我。勇氣嘅缺失通常只會令我哋覺得可惜，但係道德遺憾帶嚟嘅係一種會跟住你一世，令你半夜覺得心虛嘅愧疚感。喺作者嘅研究入邊，道德遺憾係最少人願意公開講，但係最令人難以釋懷嘅，因為呢種遺憾直指你嘅人格核心。我哋可以睇幾個好真實嘅生活場景，可能係讀書嗰陣，你為咗攞高分而喺一場好重要嘅考試入邊出貓，你最後係攞到個 A， 但每當有人讚你成績好嘅時候，你心入邊都會有一種莫名嘅虛偽感。又或者喺職場入面，你見到一個好勤力嘅同事，因為得罪咗老細而俾人夾硬砌生豬肉，甚至要食死貓。你當時為咗保住自己份糧，或者想討好老細，你選擇咗保持沉默，甚至喺背後加多兩腳。當下你或者會覺得自己好精明，既避開咗麻煩，又賺到咗利益。但隨住歲月流逝，呢件事會化成一條刺，深深咁扎喺你嘅靈魂入邊，聞唔走亦放唔低。作者發現，道德遺憾最令人心碎嘅地方，係佢徹底崩解咗我哋對自己嘅基本信任。當你為咗一時嘅安穩或者恐懼，去犧牲一個無辜嘅人，或者背棄自己一直守住嘅底線，你其實係喺度親手作爛緊你自己嘅人格基石。佢提醒我哋，人格其實係一種好貴嘅奢侈品。有啲嘢你一旦做咗，或者喺關鍵時刻選擇退縮，嗰種對正直嘅背棄會變成一種無聲無息嘅靈魂消耗。道德遺憾教識我哋，喺現實嘅打壓同利益面前，守住底線，唔係為咗要做聖人，而係為咗多年後嘅深夜，當你獨自對住塊鏡嘅時候，你依然可以對得住自己，做到真正嘅問心無愧。如果話道德遺憾係關於我哋靈魂嘅完整，咁最後一種遺憾就係關於我哋生命嘅溫度。好多人以為人生最痛苦嘅係做錯決定，但作者話其實最常見亦係最令人耿耿於懷嘅，係嗰啲我哋因為大安主義或者因為面子問題而任由佢慢慢變淡熄滅嘅關係。喺作者嘅研究入邊，呢個係最大類別嘅遺憾。佢唔係關於兩個人之間嘅大吵大鬧，而係關於一種無聲無息嘅流失。想象一下，你有一個曾經一齊經歷過好多嘢，甚至一齊追過夢嘅老友，但隨住大家生活軌跡唔同，聯絡越嚟越少。喺某個節日，你想傳個信息俾佢，但你又會諗，咁耐冇見，突然揾佢會唔會好尷尬？佢依家生活得咁好，我揾佢會唔會好似有求於佢咁？
佢都冇揾我，可能佢已經唔再當我係朋友呢。結果你就係因為呢啲腦海入邊嘅小劇場而選擇咗放低手機，1年、2年、10年，最後呢段關係就咁斷咗。作者嘅研究指出一個好扎心嘅真相：我哋往往高估咗主動嘅尷尬感，但極度低估咗對方想被聯絡嘅渴望。現實生活入邊最深噏嘅連結遺憾，往往發生喺最親嘅人之間。想象你同父母就係為咗一場無謂嘅爭執，大家面阻阻，冷戰咗好耐，邊個都唔肯認輸低頭。直到有朝一日，當你發現對方已經走咗，或者連你係邊個都唔記得嘅時候，你先會如夢初醒。嗰啲所謂嘅面子同自尊喺生死面前，其實一文不值，微不足道。呢類遺憾教識我哋，關係係一種需要落手落腳維護嘅基建，而唔係坐享其成嘅風景。連結遺憾係一種對生命嘅終極反思與批判。如果你心入面仲惦記住一個人，如果你覺得嗰段緣分仲有千斤重嘅話，就咪再妄想等咩所謂最完美嘅時機。因為喺生死無常面前，所有嘅等埋下次都係一種慢性嘅告別。你要記住，最適合嘅時機從來唔喺未來，而係喺你仲有能力開口嘅呢一秒。實踐與自我反省。睇完呢4種遺憾，對安穩嘅失職，對勇氣嘅退縮，對良知嘅背棄，仲有對情分嘅疏忽，你或者會覺得人生好似步步為營，無論你點行，最後都係會遍體鱗傷。但作者寫呢本書唔係要我哋坐喺度數傷痕，相反，佢覺得遺憾係一種靈魂嘅反饋導航，就係因為你經歷過嗰種錐心之痛，知道自己唔想再失去啲乜，你先至會喺迷霧入邊真正睇清自己想要一個點樣嘅未來。真正嘅問題係面對嗰啲已經塵埃落定，冇得翻轉頭嘅過去，我哋可以點樣喺廢墟入邊重新揾翻行落去嘅勇氣？既然過去已經無從重寫，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將遺憾由一種冇意義嘅靈魂內耗，煉化成一種照亮前路嘅理性覺醒。作者建議，面對嗰啲一直壓喺心口，令你喘不過氣嘅悔恨，第一步要做嘅係將佢具象化，一係親口講出嚟，一係執筆寫低佢。試諗下，如果你一直為咗幾年前一場生意失敗，或者一次搞到一鑊粥嘅演講而耿耿於懷，嗰種痛喺你腦海入邊通常係混沌、壓抑且無邊無際。但當你狠下心腸，將呢種情緒強行轉化成文字，寫成我喺2022年因為準備不足而錯失咗個客嘅時候，你其實係喺漆黑嘅心房入邊開咗一盞燈，去睇清楚嗰隻怪物嘅真面目。當你將翻騰嘅情緒還原翻做冰冷嘅事實，佢對你嘅殺傷力就已經消散咗大半。因為由呢一刻開始，你唔再係一個被負能量吞噬嘅受害者，而係一個企喺廢墟之上冷靜分析緊成敗得失嘅觀察者。跟住落嚟，你要學識對自己慈悲。現實入邊好多人對自己狠過對任何敵人。當我哋行錯路、做錯決定嘅時候，內心嗰個審判官會晝夜不停咁鞭撻你、羞辱你。但你試下抽離啲諗，如果你最好嘅手足同你講，佢好後悔10年前因為膽怯而放走咗個上位嘅機會，或者心痛見唔到親人最後一面，你會唔會指住佢個頭嚟鬧佢係垃圾？你一定唔會，你會拍下佢膊頭，話佢知每個人喺嗰個當下都有自己嘅難處同局限。咁點解你偏偏唔肯放過你自己？你要學識接納嗰陣時嘅你，佢已經喺嗰個狹窄嘅認知層次入面，盡咗力去做一個佢覺得最啱嘅決定。唯有當你真正同過去嘅自己握手言和，你先至可以將嗰份悔恨化作養分，帶住呢份得來不易嘅智慧，真正咁行落去。最後有一種最強大嘅救贖，叫做抽身，即係將你自己由嗰場足以吞噬一切嘅情感漩渦入面夾硬抽出嚟。試下換個場景，如果你仲係為咗一段經已枯萎咗幾年嘅緣分而固執，甚至因為畏懼而唔敢再踏前一步，你試下同10年後嘅自己嚟一場跨越時空嘅對話。你問下佢，佢想見到你依家繼續喺度坐困愁城，虛耗生命，定係想見到你帶住呢份遺憾煉成嘅智慧，重新去揾翻屬於你嘅光。當你將人生嘅時間軸拉長，用一個過路人嘅眼光去審視依家嘅痛苦，你就會如夢初醒。好多依家覺得過唔去嘅死結，其實都只係生命入面一筆極之昂貴、
但係令你受用一生嘅學費。作者嘅研究帶嚟一個好重要嘅覺醒：一個完美到冇遺憾嘅人生，其實係假到無倫。我哋成日執着於追求無憾，但係你試下靜落嚟諗，一個從來冇後悔過嘅人，通常係因為佢從來冇交過真心，或者從來唔敢為咗夢想去搏盡無悔。遺憾其實係我哋對更好嘅自己有一種近乎頑固嘅追求。遺憾嘅存在正正係我哋試圖活得完整嘅最好證明。所以帶住呢啲裂痕繼續行落去，唔好再將遺憾當成係死對頭，而係要將佢視為一個最赤裸、最誠實嘅導師。心入邊嗰陣時不時發作嘅陰痛，其實係命運喺度勒緊你條頸，要你睇清楚。你要趁仲有力氣去紮穩你自己個命盤，由今日開始去填翻平嗰啲欠落自己好耐嘅因果同埋身體債。你要揾翻嗰份失落咗嘅血性，等下次機會再敲門嗰陣，學識同恐懼共存亡，然後一咬牙就撞入去。你要死守住你最後嗰道人格防線，喺名利同權威面前，確保你仲有一副折唔斷嘅硬骨頭。仲有，你要學識去珍惜你愛嘅人，唔好再等咩最啱嘅時機，因為等下等下，好多關係就係咁樣慢慢淡咗。就喺呢一刻去修補翻嗰啲因為疏忽或者因為無謂嘅面子而差啲斷咗嘅連結，去揾翻嗰個一直喺你心底但好耐冇見嘅老友，趁大家仲有機會嘅時候，將嗰份就快熄滅嘅情分重新點翻起佢。過去嘅悔恨已經冇辦法改變，但你可以由呢一秒開始做一個令未來嘅你唔會再遺憾嘅決定。我哋唔需要抹走呢啲裂縫，因為喺呢啲修補靈魂嘅過程入邊，裂縫入邊所填補嘅智慧，先至係令你成個人變得更有價值、更有故事嘅地方。如果呢條片入邊有邊個例子或者方法篤中咗你嘅心事，歡迎你喺留言區話我知，你有邊份擺咗喺心好耐嘅遺憾最想處理，或者你想同當年嘅自己講句咩心底話呢？人生冇得 take two， 但起碼我哋可以喺之後嘅每一日活得更有膊頭、更有骨氣。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